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我係宇峰。今集想分享嘅就係、癌症病人或者照顧者點樣可以喺充滿不確定性嘅癌症治療歷程中去善待自己，實踐自我慈悲關懷。首先就係透過練習自我慈悲，能夠讓我哋平息到內心嘅一啲掙扎啊、拉扯，為內在嘅平靜去創造一個空間，創造一個安全嘅空間。無論外邊嘅世界幾咁亂都好，我哋都可以成為自己嘅朋友。第二就係喺科學上嘅研究數據，自我慈悲能夠減輕壓力，增強韌性，同埋提升整體嘅幸福感。但係當生活嘅壓力排山倒海咁樣嚟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實踐呢？咁我哋用一整日嘅歷程，由一整日嘅開始啦、中間啦，去到結束，嘗試係去分享點樣可以係做到慈悲治療同埋慈悲嘅關懷。咁一開始我哋就係由朝頭早啦，我哋可以放喺心口度問下自己，我而家嘅感覺係點樣呢？我真正需要嘅係乜嘢呢？第二就係講一啲肯定句，因為自我嘅肯定能夠減輕壓力同埋增強韌性。例如可以試住話：今日咧我會以耐心同埋理解去對待自己。第三就係一個幾分鐘嘅呼吸或者伸展運動，能夠帶嚟平靜同埋促進自我嘅慈悲。例如可以同自己講：我允許自己放慢腳步，輕鬆地開始新嘅一日。咁如果融入去我嘅工作入邊，好多時候每一次探訪嘅開始嘅時候，我都會邀請病人一齊去做一啲正念瑜伽、一啲伸展嘅運動，去讓我哋返去當下啦，同埋感受內心嘅平靜咁樣。好，講完朝頭早咧，就係講到喺生活中嘅每一日，即係每一個時刻，其實我哋都可以善待自己。第一就係我哋可以讓自己有一個慈悲嘅暫停，讓自己停落嚟、慢落嚟，去承認自己嘅情緒，同埋俾一啲善意自己。例如我哋可以同自己講話：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困難嘅時刻，但係我唔孤單，我值得好似其他人一樣係可以值得去被善待嘅。第二就係去 reframe 啦，去重新去 reframe 一啲我哋嘅錯誤，去取代自我嘅批評。例如我哋可以善意咁提醒自己，其實錯誤都可以係學習嘅一個部分嚟嘅。第三就係尋求支持啦，擁有自我慈悲嘅人更加佢哋會善於或者願意係去尋求幫助，同埋增強人際嘅關係。例如我哋可以話俾自己聽：嗯，我唔需要咧一個人攬晒上身嘅，我唔需要獨自去完成所有嘅嘢，尋求幫助同埋接受支持係 OK 嘅，係可以嘅。好，咁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用善待自己係去圓滿去圓滿一天。第一就係釋放自我嘅批判啦，例如可以同自己講：我今日已經盡咗力啦，咁樣就已經足夠啦。第二就係承認自己嘅努力啦，讚下自己啦，係啦，人哋唔讚自己都唔緊要嘅嚇，最緊要自己肯定自己。今日我所做嘅每一個小小嘅行動都係計數嘅，都係 count 嘅。第三就係感謝自己啦，多謝自己啦。例如感謝自己啊，其實今日我已經好努力啦，同埋去嘗試
同埋成長。咁最後咧，就係祝福大家喺每一日嘅旅程啦，無論你係面對緊癌症治療歷程嘅病人，或者係照顧者都好，都希望你可以俾多一啲嘅善意同埋輕鬆俾自己，每日咧係好好照顧自己，慈悲地關懷地去善待自己。多謝你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對我哋嘅資訊有興趣，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拜拜。